吵架啦？彤彤姐姐，我先拿到的，可是点点要跟我抢啊！啊，点点，不然你也可以吃其他的水果啊。你看，有木瓜，还有这个芭乐，还有这个红红的好好吃的番茄 tomato。不要！我要吃大的梨子。那不然我来讲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好了。以前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孔融，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，带着一大篮的梨，就是梨子。他的哥哥们都挑了很大的梨，只有他一个人说自己年纪小，所以拿小的梨也就够了。哇！大家一听到这个，就连忙称赞他说：“孔融，你真是太乖、太懂事、太听话了。”好吧，那我也要当懂事的小孩。这是什么水果 ？tomato， 番茄。tomato， 番茄。这是什么水果呢 ？tomato， 番茄。这是什么水果？梨子。梨子。这一颗甜甜又多汁的水果是什么呢？梨子。这是什么水果？木瓜。这一颗水果是什么呢？木瓜。这是什么水果？芭乐。番石榴又叫做什么呢？芭乐。哇，点点好厉害哦！木瓜、芭乐、tomato、梨，这4种水果的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加油！